壁，亲爱好不？新年快乐！今日咱的新歌队退休会，因讲完是这个时阵苗栗的民宿咱做咧做礼拜咱当心来祈祷。唯感谢大家欢喜，是个学罗咱的主。虽然咱会受委屈、吞忍无怨，得主赐安慰，咱所有的重担、一切劳苦，完全要交托主。咱不时祈祷，为你吟诗，大家学罗咱的主。希望阮的上帝，愿新的一年，你开阮每一个人的心门，互阮用新的心对主来跑走头前的路障。当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咱拄则双人团契或者叫做千岁乐团加起来差不多1000岁，叫做千岁乐团感谢主为了今日献诗，因练习足久的特别咱有看到曹丹牧师还有陈丢肉两个真正真有心感谢主。一整天的时间已经来到2019年，唔知影大家目前的心情是安怎？是已经准备好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有真大的盼望，还是因为互过去做的沉淀，底下咱的心无法度放平松？过去、现在、未来，是咱每一个人活伫这世上不断地经历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当传道咧讲话的时阵，咱的即时的现在已经变成过去。即摆是9点55分，当传道咱讲了话的时阵，9点55分就变过去。有关时代科技网络如何进步，时间对咱来讲永远是一项奥妙的事。咱无法度了解时间到底对倒一角来，要叫远叫一角去。时间拢无迄等我会记民国76年，我对金门来到台湾，嘛是足惊的。即阵金门足出名的大家消息电视拢看到金门真紧的时间30几年就过去了。去年传到49岁，2019年我变几岁？有人讲28岁永远的28岁，50岁真紧的时间风飞咁快。但是当咱看到过去种种的劳苦重担，无管是你的感情、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经济、病痛，甲你个人的如梦的事，你想要向前来跑走的时阵，其实咱的时间是停止的。人讲传统，咱时间是停止的。时间是爱有价值的，但是咱一直互过去去控制。若咱今日咱双人团契选的我共款，你今日去看过去，互过去在咱控制的时阵，传统安尼讲，时间伫某一个时阵，伊失去伊的意义，咱虚度光阴安尼咱无法度用全新的眼光，咱全新的这个人，欢喜来面对2019年。面对2019年，上帝为咱所备办老年假日，岁月加倍。顶礼拜主日显光牧师咱做了真好的勉励，伊的主题叫做咱爱记的，爱真做属神的人，你记袂？伊讲真做属神的人爱做3项的改变，咱你考一下，会记袂？顶礼拜讲的爱记的，第一项爱脱掉旧的衫，第二个，咱的心爱有基督的心，咱爱活出基督的款式。3项，请问有简单做无？传道感也是真简单，也是真真困难。咱信仰的性命无往前，
就会退啊。咱若无是伫现在2019年，咱第一个主力，这时阵开始改旧换新的时阵，咱就会过去旧的旧梦，甲过去的软弱来包围咱的心思意念。咱不但对过去我们无能为力，甚至咱对现在未来的生活，咱会一点仔确定嘛无？这是非常恐怖，搁互咱惊的咱是安咱对未来，咱对现在，甚至对未来，咱无一点仔确定。就讲毋免讲咱要慢慢继承教会，要起造真侪荣耀上帝教会，真侪社区的祝福。当咱的，但是咱都嘛是爱讲，就是咱会拄到遮问题，嘛是咱人生普遍每一个人拢会拄着困境。什么困境？就是当咱的生命不断受到过去的隐患，现在无明，对未来咱非常的惊吓的时，生命好亲像踏入黑暗深渊的中间，这时咱来停下来，我们要停下来。咱来等于创造这世界的源头。现在的人心无闲，太忙碌了。咱人袂停下来，咱的心从来不会停下来，因为24小时拢有足侪物件在咧交叉。今日咱的经文记载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5节。咱做伙伫新的一年，咱来读上帝话好无？来，咱摕咱的周报。咱的周报后壁面，周报后壁面咱做伙来读第1节到第5节上帝话，请。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空空混沌，清洁明净无暗。上帝心灵动力规律。当咱的生命混乱的时阵，咱只有回到上起初的源头，咱才有法度看清楚生命存在的目的。什么是上起初的源头？圣经记载，上起初的源头是一个无时间、无空间，独只有上帝以外尔。第1节讲，阮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这段的重点，互咱知，上帝是一位创造者，天下一切的万物拢是伊创造的。这中间包括咱人。创世纪第1节，互咱清楚知影，咱所拜的是甚物款的神。咱的上帝是万有管理者，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上帝是超越一切的神。第2节到第5节，伊讲。创造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是无形象，起初的世界是無形象、混亂、無定序，是真趴远的景象。當當時地上無任何有生命的花草、動物甲人，是雨水砍抹個烏烏一片。但是當上帝神運行伫地面的時陣，地上一切就開始起變化，將無法度大的所在變做有通大的所在。第3節開始，上帝透過伊的話創造了光，光代表咱的生命救贖，有時講也是代表上帝的同在的記號。第4節，上帝看光是好，因為有光的時陣，就會空空混沌的物件來消除。咱毋知有安尼感覺無？有時咱感覺烏烏的時陣，是因為無光。甚至平常時咱感覺哇，咱目睭足光的，咱目睭足入內，看物件足清楚的。迄毋是你目睭內，迄是因為有光佇頭前你照。無咱做一個試驗吼，咱即擺大家感覺目睭足光的，看下就做法去。
把迄灯光啊禁的时阵，咱就看无。光就是这个意思。这座上帝将光较暗啊分开这个动作，代表伊将该放入什么所在物件啊放互好势。分开这个动作，互世界充满和谐甲平顺。第50，上帝互光甲暗啊好名，叫做密甲密。有名代表是有真实存在的物件。曹太牧师的爸爸啊，叫做何说林曹太。林曹太牧师这人真正有真实存在。咱建成教会是真正有存在的一物件。好名较多，互咱看到是上帝伊的冠冕。咱看是整个创造的事件，咱一般都学了，咱看到上帝啊，对第一天、第六天啊，创造世界伟大，这是非常的显明，也是事实的事。但是咱知影，代志毋是咱想的遮简单。创造的代志是因为有上帝的疼，甲上帝的牺牲，然后有上帝伟大的创造。这个顺序是这样子，不是先创造，是因为上帝对咱的疼、甲牺牲、甲有创造。意思咱咧讲是，咱毋是单听伫上帝伟大的中间受创造，搁较伫上帝的疼甲牺牲的中间受创造。既然上帝透过家己的所在创造了这个世界，就表示上帝首先需要从家己某一部分空出来。即个讲法就是上帝爱牺牲伊某一部分，去创造宇宙万物。如果咱所住的这个空间，咱这个世界是有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安尼上帝咧创造的时阵，互咱感受到，上帝是无限的上帝，伊愿意牺牲伊家己，互无限的咱去参与上帝永远的工程。上帝愿意互伊的永远甲咱的暂时，咱人拢是暂时的，这世界嘛是暂时的。上帝愿意用伊的永远甲咱的暂时连做伙。对安尼，咱应该淡薄会来感受到，咱所敬拜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而新的一年，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是咱信仰的根基。咱哪有安尼的明白？咱的上帝到底是甚物上帝？我记得新学院的老师有一个讲的比喻。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过程，就是好像一个妇人怀孕的过程的中间，伊的身躯爱牺牲一个空间，互囡仔来大。这囡仔本来开始是真小的，慢慢愈来愈大。当伊愈来愈大的时候，对妈妈的身躯是负担嘛是愈来愈大，甚至有性命的危险。上帝对起初创造宇宙万物开始，互咱看到，就咱妈妈咧要生囡仔同款，你要行一条牺牲甲疼的路。各位学者，2019年已经开始，上帝第一年、今年一开始就透过创世纪对咱建成教会的兄弟咱来讲话。这是非常特别的祝福。当咱去看到创世纪的源头，互咱明白一项事，就是只有上帝是创造者，咱是受创造的。咱受创造的人爱知影，咱一生的主权是伫创造咱的主上帝手中。上帝的主权内面，互咱看到伊的疼，甲伊的牺牲伫内底。便咱有即款明白，会改变咱的生命观。咱生命中的境遇一定有好有歹，无可能逐工出力的。咱的一生的过程中间一定好有歹。当咱对上帝有正确明白时，
当咱拄着好甲歹的时，咱的心态、咱处理的方式，就完全无共款。目前咱教会，咱的表面上咱来看，虽然是风平浪静啊，但是私底下咱若去关心、甲了解，咱就知影，咱建成教会，无管是大人，还是囡仔，有真侪兄弟因的性命，因为家庭、工作、学业、病痛，甲人的关系，因长期来拢无法度稳定。因的性命拄着真大的挑战，因的内心受拖磨，因受不住。看到即款的情形，难道甲牧师以及一寡同工，阮的心内真正唔甘。因为咱遮的兄弟，因目前的性命的境况是无明的情形，因对未来充满真多的唔知影。因为你的性命早就陷入去清险的高度的里面，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带来互咱真大的盼望。咱的性命、咱的时间，这的主权是属于上帝，毋是属于世界的魔鬼。全都要讲一遍，咱的性命、咱的时间、咱的主权是属于上帝。毋是属于魔鬼，咱就来靠咱的信心，咱来体会上帝的主爱，上帝牺牲一定会放散咱每一个人。传导用咱，毋是用因，是要互遮个苦难中的兄弟知影，咱建成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是甲因共你受苦。上帝一定对咱有美好的呼召。因为苦难是咱每一个人拢会拄着，你今年袂拄着，你明年可能会拄着。阮后生去做兵4个月，做兵进前伊是初二就已经退伍。伊做兵进前，伊早讲个消息，叫阮帮伊祈祷，伊心内足艰苦。伊高中是真好的同学去游泳，去溪边跳水，一跳落去就袂起来。伊心内非常的艰苦，伊就去做兵。伊要退伍进前，佫听到一个消息，伊伫台南咧读册时阵，伊伫迄教会咧聚会，有一个青年骑乌托邦互弄死，伊嘛足艰苦。12号，伊伫台南参加告别式。参加了，伊还要转来台北。咱每一个人当时的拄着苦难，咱真正拢毋知。咱来倚靠上帝，咱来抓着上帝。上帝已经带咱经过旷野的试炼，只有经过试炼的人，才有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咱人的一生，拢是活伫上帝的试炼的中间，敢毋是？另外，咱教会嘛一款兄弟，因的事业、家庭，一切非常的顺利，全都非常的感谢主、保罗主。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共款对遮兄弟姊妹做提醒：上帝是创造者，嘛是修事的源头。咱有诶拢是对上帝来，毋是因为咱有比别人较好，毋是安尼。咱就读过约伯记。约伯记第1章21节安尼讲：我赤身出入母胎，也比赤身归回。守事的是耶和华，守去的嘛是耶和华。上帝照咱每一个人愿意赐予咱无共款的恩赐，是要呼召咱做一个好的管家。只有真侪好的管家的人，才会丰富丰盛的守事，才是意义的。全都来讲一个好管家的，我甲牧师知影，我来变成1年外，阮常常伫顶面咧讲爱奉献的代志。有真侪兄弟，有私底下咧讲，真无爱，阮听阮伫顶面咧讲奉献的代志。
我以前伫公司上班的时，共款嘛，教会有真侪兄弟直接甲我讲，还是透过牧师妈，牧师妈私底下你提醒我，某某人啊，毋免奉献遮多啦，你爱加留一寡钱吼，以后通买厝，这真正是对我有贴心好的兄弟啊。咱教会对旧年开始就有做工程，咱陆续伫进行完成。这个工程的完成，帮助咱教会看到真大的愿望。传道是只新年的开始，爱感谢真侪的中一当工的付出。今年咱共款有针对咱的信仰的工程的地基，需要咱做伙来带导。做伙信心的引传内底咱献咱的心力，献咱的时间，甚至爱献咱的金钱啊，爱奉献咱的金钱。各位兄弟，当无限的上帝限制家己的主权，邀请咱有限的咱做伙来同工，这是咱建成教会真应要的事情，嘛是咱真应要的事情，敢毋是？但是如果咱大家拢无做一个上帝好的管家，安尼咱建成教会就变成怎样？传道毋敢去信，爱记咧，无进步就是咱，就是退步。毋是讲无进步就会停止，毋是。咱看到教会真正真侪无进步的教会，伊就是起去。爱了解咱伫地面上有的一切，无管你是温厝。我们的荣华富贵，不过是暂时的，才会真紧落过去。我甲牧师传讲的奉献，不过是希望咱的兄弟，将上帝丰盛手术予咱的一部分，原本咱就应该予上帝部分来献予上帝安尼。咱当偷摕上帝荣耀。各位兄弟。新的一年，咱通真做我拄则讲的迄位好的兄弟，甲去毋奉献，阁想要主动人去奉献的迄位兄弟。传道无客气安尼讲，迄位兄弟所信的耶稣，甲我所信的耶稣是无共款的。传道拜托咱建成教会，咱所有信仰的前辈，爱帮忙，咱就正确，咱美好的传统。来传承落去，奉献真正不过是要做上帝好管家其中上简单的第一步尔。奉献是真简单的代志，其他有真侪比奉献较困难的。过年前，我的母会民权教会的长老因伊过尾来使馆找我开讲。来讲一件代志，我足惊的。恁民权教会有一个姊妹，每一礼拜、每一个月，伊的11奉献是20万，伊的1/10奉献是20万，感谢主。咱来讲做上帝好管家，阿门。最后回首。2018年，咱教会有真侪兄姊妹回应咱上帝呼召甲委身，因真甘心乐意伫每一个团体咧侍奉。咱无管是咱社区的志工，平常时咱会友的探访，咱主日爱宴的服侍，咱查经祈祷会，主日礼拜时。坐的招待服侍人员，咱的诗班，咱敬拜团，咱的音控，咱的插花，咱等等，咱每一个团体聚会的活动，因为有大家愿意牺牲奉献，加行一日路的精神。虽然咱一年来咱中间有侪的目屎，但是因为大家的行，互咱教会变成喜乐、和谐、有愿望的教会。传道甲牧师真骄傲，会来建成教会，甲咱大家做伙去做上帝的教会。多谢大家一年来的辛苦，
愿上帝来纪念咱每一位付出的同工。咱大家有注意咱今日的周报有共款无？咱来有啥物共款？咱来看一下，咱内底有爱餐任线的名单哦。咱爱线名单哦，咱这礼拜咱这礼拜有2个是幼美姐恩德因的任线的名单。咱从一开始，咱的爱餐，互咱教会经历上帝满满的行伫咱的中间。真侪咱的长辈，真侪人，感觉爱的带来互伊真正伊心内有真侪的感动，较行伫中间。咱公开部希望大家伫新的一年有法度来参与咱爱餐，咱无法度出力，咱有法度出钱。参与本身就是一种卫生运动，会记得咱旧年真紧一礼拜就填满，这是真正互咱足甘心的。2019年，咱继续伫咱的异象，咱青泉进信徒，咱做咧较一遍来，咱看咱的做法，咱这意向最重要的，这毋是什么主题，毋是什么目标，这是上帝，我甲牧师。我毋知阮会来进行教会牧会几年几单，但是上帝互阮的意向足清楚。咱就是爱起做安尼教会，咱出做来读一遍好无来？来，请新传进信徒，万民感谢诗。咱读经祈祷，咱伫卫生服侍，伫彼此相定的中间来起做咱的教会，诚侪应用的教会。2019年，咱教会事工计划已经计划好啊，咱也已经开始咧讨早。咱昨天的真理班也开始咧上课啊。咱即期的真理班有人要受洗，咱的师班的退休会，咱的师班引起辛苦。一年通天的拜六拢爱来练习，礼拜了后爱搁练习，因爱充电的。因爱离开咱这所在去退休的，去充电的。13号就是后礼拜，咱新的团契会长，副会后要上任。新人新气象，应该咱有真正的感受，咱的新的会长，伊拢有新的做法。农历年过后，咱的中一单工，咱也有2天的组织会，咱要邀请到咱对外国来的一个牧师。几十人来准备这个组织会，社区关怀试点伫浸会长老的努力的带领之下，咱明年要对3.0，咱去年的3.0，咱今年要提升到4.0。这是什么意思？3.0到4.0的意思就是讲，咱毋望咱会使互咱的社区的长辈，搁较侪感受咱耶稣基督的疼对的。还有咱礼拜5，咱的执事美玲执事代表咱建成教会来就任中会咱双联部的部员，参与伫中会双联部的决赛。咱规教会2019年，咱会使讲是内外兼修，咱无论是硬体软体，咱拢准备好要来应征来号召。新年新希望。毋望咱所有的兄姐勇敢来回应上帝，过去的要做3项代志。属神的新人，咱就记落来。第一个是，咱来脱掉咱旧的衫。咱今日无管是停医就开始唱歌、练诗歌，还是查代牧师带领咱的敬拜诗歌。内底更重要是，咱咧从2018年。以前旧的衫爱脱掉，我们不要把过去一直穿在身上。咱那个旧的衫脱掉。第二呢，咱的心内变什么心？基督的心，基督的心，毋是传道的心，毋是以前的心，是基督的心。第三呢，咱咧活出耶稣什么啦？宽恕，咱的耶稣的宽恕。互咱的性命真正因为耶稣基督牺牲的疼，
咱改旧换新。每一个兄弟，咱已经发到经历着咱对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的时，迄种无受时间、空间限制甲主的同在。我是咧讲啥物？当咱的款式愈来愈是耶稣基督的时阵，咱就超越上述我教白你讲的3度空间，会到第4度空间是啥物意思？属神的人就是咱会到上帝愈来愈远的时阵，咱就无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因为时间、空间的限制会互咱有真多的劳苦重担。我们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的压力，甚至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会骄傲，那你骄傲。但是当咱人愈来愈我靠耶稣基督的时阵，咱的心是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咱会等于到咱上起初创造天甲地迄阵的时阵，迄阵的美好。啊，到迄阵的时阵，咱有真多会满足甲平安。这是传道期待咱新的一年，咱有安尼新的愿望，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罗你。伫新的一年，愿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知你的创造毋是起初创造就停止，现在你嘛共款也搁咧创造。感谢主，2015年找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阮看到耶稣，伊限制伊心性，真做上帝的款式，伊真做人伫阮的中间。毋是今仔2000年前离开，如今共款耶稣基督活伫咱的中间，帮助阮每一兄弟姊妹，拢会使真做道成肉体的耶稣，活伫这个世间，真做每一个人，真做台湾这个土地，真做社区，真做教会的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